进来，姐姐给你抹点香香。洗完澡之后呢，要涂点香香，这样我们的冰冰才会更加漂亮。娇，你的爸爸妈妈太有才了呀！他们写的我一个的，然后了什么进了，你当我本瞎，就派你过来跟我一打本瞎。就你脑筋动得快，陈老师说过了啊，人家让我跟你补英语的。妈妈，你这个都打算好了。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人小鬼大。哎呀，都忘了帮你吹头发了，来过来。哎，娇，让我自己来吹吧，你先去。我出来了。老过来。哎，沈来上桌了。哦，我上来做来的。哎，你看看那个人呐，有73个了。上级啊！年纪3个人子，像张地胖子样那个呢，贴了个沙发上向，一点也不像张 iPad。那烦啥么？你再这样下去，哪弄法呢？不是你都娘家教，喊我过来，我发狗来了。哪了？你再烦，我打个电话跟人家讲。哎呦，有意思夸的，少年这位凶了呢呀！啊！哎，你个老公老婆啊，真个算本事大个子，60几岁个把年纪子，哼，毛里算毛里，养出了男自家一种活板。我办，我是我办，我是娘女，我是男是娘女啊？我办。哎呦，我走脱了。上来很在，看到吧？你娘女，我在听老啥？娘女啊，你帮忙哈。那个人再烦了，人家不想着开心辰光嘛，你最后是带路的那个问题。哎，沈老师出来了。那是搞不好听啊！哎呦，这只头名吹风机是个高峰机哇！老师啊，老师吧，老师吧，老师吧。我哪晓得？我到那了，让里向呀！哎呀，哥哥，你想我好啥子家长了？嚯哟哟，你怎么这么家伙？谁是这样的？那楼高不高？好生我的，好生我的。你哪是这样子的嘞？哪了？哦，不问一声，不看一声，来冲进浴室噻，冲到冲呢？告诉我，是30多块的饭呀？哪能那饭呢？这么多块的，你讲是来了浴室里向？那我当时来了海，可是电厨房的声音嘛，实在哇哇响得不得。是的，侪电厨房的车啊，你再对，电厨房在车，你没车，侪是你的车。真的，我不晓得是，我哪晓得有个马上个新娘了里向呢？他这个不抢的，你没晓得我为人家对了。那个等来结婚8年噻，自家对辰光噻。我不晓得啊。这个不晓得讲，我心里想，只有一个人。啥人家？在，亲爱的沈老师，哎，是钱，真的是的话是真的哎，好走吧，我那不是不记得，你摸摸呢，你摸，我觉得，我心里想，这有呢，今天啊，那我能不能？哦，我也弄到了。看见没有男的，娇的都水光光的，哼，真的还那么快。娇的形象，但是这个奥运冠军声音一样的，这一场得稀水，他开来的没有鸟狗，年轻，谁是资本啊？我的身材还是可以的吧？今朝不能让我比你好多啊！那不够他的比你好。呀，今朝娇生日，谁不得看见的啊？我当时该高的不得了，那我看啥个身材了不是的？该高了，该高不该高，没我能有这种机会了。哪个人啊？一年到有男子里像飞得上向的啥么子？呀，我错得不得了。哎，对，我不得人讲，两发一样，娇个身材真个不是一般个汉，估计一种地，啥个地啊？三位，
3位第3班啊！你谁看见了？你谁晓得个？那么男人我做本能么眼睛全搞起来，什么？哎呦，杨女啊，你眼睛没小，你个眼光都蛮凶的嘛。这是背上兜里头。哎，口语言你弄水得不得了，啊是啦。叫确实分呀呀！哎呀，这个年纪轻子了，这个确实灵。跟眼睛跟眼袋像热水袋，到底是个棉花炭，到太粗的像大凉炭。这种哪跟这种新娘来比呢？我怪真的啊！非了背里去谈了人家女人，你非讲人口口你自家吧。我哪了？一年在开档期公司，工作没法去寻。不我是干事业哦。你会干事业啊？不我在讲我，不是我话。我现在在做啥项目啊？做屁，啥个屁呀？不懂了吧？屁！我觉得找了一个机会，我投资进去，我一记头机器会升高出来。谁上门先？啥钱？也没屁也没。屁呀！说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今朝我就问你一句，啥么子？难得教，还是有意思。你为啥呀？非瞎吹他包？你要是对你像同学那去，非瞎讲？真的没。那谁分懂够一点点心思啊？要是等我改出来，房门要是等我改出来，你非说我屋里头，你等我去吧。哎，讲不讲，跟处理头发是这样的。哎，对，是讲人嘛，看路线难那种人啊。这啊，去，啥都会快的，让他吃嘛，让他等到边上睡啥？我女了，真的没的。啊，哪回事个呢？去，就我有啥？你，来这，宋老板，哎，小白刚，哎，你好，哎，那个施医生在的，来，哦，这个事情拜托你了，实在没人非你就熬上我里。哦，对，来，别，上年，那个是中老板，那个是水上。哎，你小时候还是小黑皮啊？哎，中风，哎呀，说你没有听到？你对了，他不会是我跟你掰个了哇？没，你都两个人认得噶？小学同学，男同志啊，那行啊，20几年没见到了，哎呀，你当现在来个，来，或者瞧，缘分好。中风，哎，小黑，瞧，缘分啊！最近没忙，还好。上一次都没喊。生意一般般吧，就是哎呀，事情多。中老板上送得到的，做得蛮多。来让忙生气了。可能了，这个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开了4家店，嗯哎，每一家店嘛，我老板呀，他要来找我的啦，不要窜来窜去的，每一家店配一个手机。你开把好店子，身上要打模子。哎，好了，哥们，这个中风，你实那忙呢？今朝有空带我屋里向来。哎，这个就是缘分呀，哎，缘分。我嘛，他儿子答应帮我做事情，哎，3000块钱先交给他，然后今天碰到你之后啊，把事情解决他了，我再给他3000块钱，这样哎，我剩下的3000块钱，加倍给你，加倍，加倍，对。中风，那3000了老师，哪意思？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有事情要找你帮忙，他们而是帮我介绍你认识，我就先给他3000块钱定金。现在老同学了，6期，明天就到我单位去拿啊，没得问题。哎，一句话的事情。走过来。不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？你试过，你哪会做一种事情呢？你一定会会批动你的呢？没有脾气，批动帮忙。那是巨人啊，那巨人分啥巨瓜？那到口几个买评分是一样的嘛？跟你上班弄红白瓜，你为什么晓得？你也分拿上红包我拿的呀。你也是屋里向的人啦。那么我是屋里人，但是我没事业呀。我现在做屁，我也迷了。
那种屁个事呢，那得是分开那个上头，一是吹一是啊。那种啥么子啊？我做啥么子？我现在甚至为是把那是一个骏马，我是一个骏马运输吗？你是骏马，你是一个骏马运输，你去买。你是骏马，你啥人个嘛？啊，你谁情况的嘛？我规则的，那个前两天，一个来有人寻我看毛病，啊，那专门在收拾人家同意了还。那么那看毛病帮人家么养口的呀？谁个身份是养的嘛？两样瓜，哪两样的呢？你要看到院里去就看，等屋里向来啥天？人家来帮人家看看么？人家我晓得那个呀，对了。我晓得对家门哦。你们2个人，你家门对吧？去谁？哇，香的了。这家侬要饭啊？你在想的吧？吃子要饭，你来去看电影吧。不去，一会儿网购。搿么搿样，我帮你请薯饼。就你那咸猪手全是手汗，看着就恶心。搿么你啥意思呢？你欢喜啥这样的水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懂了。你还是研究我上个水来请。哎，我问你，施老师真是你外甥啊？他怎么看起来还比你大那么多？搿当然了，虽然讲岁数我比你小，但是辈分包了搿么点个。你要63岁个辰光养我，养这么贵，搿个你都娘人，你到啊？只要搿我一上一岁，你来喊我娘的。那你这舅舅天天赖在人家外甥家里，像什么样子？说讲闲话还挺厉害了，烧个鸡老的，那屋里向有空关个房间了海个，空关个房根本我住没一份眼。再讲上吃饭嘛，那个多个人都上块呀，我吃的一副多，哪个眼看不出来。搿种你也没要里向去拍我啊？不去，不去，跟你出去我觉得没面子。搿么哪个上你出去啊？要去我也去问陈老师借施老师，跟他走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们2个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跟你这没有这大叔控啊？哎，大叔多好，又沉稳又会照顾人。施老师啊，他身上就有一股特别的气味，福尔马林的味道，有点太死人了。但是我要找不会找施老师，他是陈老师的。以后我一定要找一个大叔，然后跟他生一个漂亮的宝宝。哎，娇娇，我了，问你2个人再配，我是跟我养娃。你看得我一份眼了，你实在不能现在这个压个位了，啥子？小大块头，你皮痒了是不是啊？有皮痒了？好舒服哦！贱骨头！两个人来收钱啊！吃灵光啦，吃灵光啦，后来好人心情多声音，认识起来都2个人来。侬现在快点来讲比赛啊！什么呢？现在快点讲，也跟家要一个谢宁。不，冰冰，你听错了啊，没搿桩事情。这2个头真交好了，谢宁面子还是哪个？现在快点我问你啦，那埃两天那读书有人上门来问你薯饼烧个杨谢宁、非杨谢宁的事体，干啥这激进啊？但是侬是真做在弄得来，天天过来一道弄到恶么恶吵得来要命的。不晓得吧？小大块头，都快点。这个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呢？真的不是。真的不是呢？哎呦，搞不错，哎呦，搞不错，那个，我上次说侬先聊，我先这个。苏州一家人，联通一家亲，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，请您共同欣赏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说这吧。哎，对面。搿大块头呢？啊，让你继续搿只活半夜非得睡到楼大去搿头，一年到夜要出去。福姑腊肉炒大蒜，我最爱吃了。这个冬笋啊，咸肉豆腐煲，做的有腔调的这个菜，侪是荤的呢。哎，娇娇，哎，阿姨蔬菜来啦！胡萝卜、黄瓜拌番茄。哎，这我欢喜来，这好等我经典。哎，咱得吃啊！哎，冰冰，还能得吃啊？娇娇得吃啊？哎不是，哎，搞这么人家一看你们报了哪个门的，哪样这么样子，一来吃，大家吃。别吃吧啊！别客气。98卡，加62卡，32克。我好是吧？啊？你要啥子？我来吃酸娘娘呀。那个人吃点饭嘛，真叫谁让算谁的，不止那块买进从树上开的是。哎，人家小薯饼，我今朝送子你一颗。送你一个嘛呢？
你根本真不是两懂眼里啊，对不对？咁你阿家姨让我来2懂眼里啊？我是好像是这样么样子那样子。现在减肥是女孩子流行的，哎，女孩子流行。哎，我从来没来讲的。你为何又不长？你可能你别搞流行的。一个月你定性搞错，吃真难吃，你想吃啥没啥，吃得像香坡的，我甚至爱那个。啊，啥他呢？好了，你吃肉，来来，你吃点什么菜？我们不要吃，妹妹，多久的啊？下次做功课的。啊。哦，今天啊，师妹啊，你家里的菜烧的好吃的，呱呱叫，哎，真的不输我这个饭店里面的大厨的，这个饭菜，怪不得你养得好，把你透红啊！你今天来什么？我就是要来找你，你肯定要跟我嘎子铺来负这个责任。你等下，哥，你这说明哪把都搞这么难睡了来吃的呀？啊？你不要搞，你不要搞，你不是，我心急，我说话说太快了，是我嘎子铺生孩子的事情，8年了呀，8年抗战8年，人家胜利了，我结婚8年，嘎子铺肚子里东京那么大呀，气啥的我。谢总啊，8年里向没些人们，你到阿乡呢，到你到嘎子铺来看看艺术品啊。哎呀，搿事情嘛，我哪能晓得他是这么有名的啊？是啊，送子观音了。我们就听电视啊、电台里面的广告，说什么医院上3楼。我跟你说，不要3楼，30层我都爬上去过了。我在想，我在猜，为什么高师傅有点啥问题呢？关键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啊，说的啥？说我老天爷惩罚我，不让我有孩子。我晓得。啥不啦？啊，搿屋头呢，开饭店的。现在你看来。这个嘿，水浪向定经理弄得这个，动地弄得来个，侪是地沟油。哎，不行，所以了天了要罚的，没信人。还有说是老天爷不给我孩子啊，还算是帮我忙了。老天爷真的要惩罚我的时候啊，就应该是让我生个孩子没得屁。哎呦，谢总啊！一种讲一种闲话，你们真的是恶毒的。人家讲岁数难有错嘛，也不关新人事体的，新人有啥错呢？所以啊，我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就骂回去。我说，哎呀，啊，老天爷保佑你们啊！有本事你们生出来的小妞身上全部是眼眼。对，这个是养成马戏的啊。哎，这样子。搿么当然哎，谢总啊，搿个今天就像不麻烦人啊，对啊，在辣我屋里向，你来得讲。你食堂的这个饭店里向，你用啊，但也是地沟油。就那个时候不晓得是地沟油，后来电视上讲的呀，就是那个苏州电视一套，不是有个《私兵聊斋》，跟你的名字还是一样的，就是那个上面讲了之后，我一紧张呀，我就再也没有用过一滴地沟油。假如说啊，我用过啊，我就以我儿子的性命来担保一下。你安不了，这个是送长辈的了，我你说是的。我真的呀，心里面闷呀，嘎子不8年生不出孩子。阿三，我们有事情的时候，只能一个人在那喝2杯小酒，浇愁。结果前2天《视频聊斋》又在讲了，这个里面有塑化剂的，男人吃多了不行的，就像那个重庆的雷政府一样，一塔瓜子12秒。那肯定还是雷政府。能不能给我生个儿子？等一下，来了。哎，嘎子铺啊，胃酸，谢谢。哎呀，想吐。一家人，联通一家亲，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，请您共同欣赏。能不能给我生个儿子？等一下，来了。哎，嘎子铺啊，胃酸，谢谢。哎呀，想吐。哦，阿是有喜的反应了。哦呦，好的，你不要动，在家里坐着累了躺着啊，千万不要动啊！我马上回来。哎呦，士兵啊，你很难。我刚刚到你这边啊，接到你的喜气了。我嘎子不来电话，有喜反应了。你这个人真的是拉手的，我要拜你。哦，观音菩萨来。这样子，我先告辞了，我先回家了啊！我先回家。给你慢点，别，别闯黄灯啊！就是的。互动的男的想手举一家门，共你7天感染嘛。我爱你有多浓，侬小三养到自家。
看上去走人工水晶的。视频聊斋春节特别节目《苏州一家人》。苏州神家欢乐多，人人都是开心果。每吃地来我吃侬，地地闹闹年家高。正月里向吃柚子，二月里向放叶子，三月清明青豆子，四月手伯伯接剪子，五月端午吃粽子，六月里向游扇子，七月大蒜拍门子，八月中秋剥瓜子，九月打打鹅童子，十月剥开三橘子，11月踢毽子，12月炒柚子。不同的随着像苏州一家门，共赢7天干嘛？苏州一家人，联通一家亲，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，请您共同欣赏视频聊斋春节特别节目《苏州一家人》，一定要看哦。来，姐姐给你抹点香香。洗完澡之后呢，要涂点香香，这样我们的冰冰才会更加漂亮。娇娇娇娇，你的爸爸妈妈太有才了呀！他们写的我一个人，然后呢什么进了，你帮我本瞎，就派你过来跟我一打本瞎。就你脑筋动得快，韩老师说过了啊，人家让我跟你补英语的。妈妈，你这个都打算好了。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人小鬼大。哎呀，都忘了帮你吹头发了，来过来。哎，娇娇娇娇，让我自己来吹吧，你先去。我出来了。老过来。哎，沈拉上去了。哦，我上来住来着。哎，你看看那个人呐，阿有70个了。啥子啊？年纪3个人子，像张地胖子刚那个呢，贴了个沙发上向，一日都不像张 iPad。你烦啥么？你再让我去拿弄法呢？不是你都娘家教，喊我过来，我说够来了。哪了？你再烦，我打个电话给人家教。哎呦，有意思夸的，啥呢？这我也凶了呢呀！啊！哎。一个，他妈男人我做个本能么眼睛全搞起来，什么人？哎呦，娘舅啊，你眼睛么小，那个眼光都蛮凶的嘛。这是背上都理出来。哎，口语你弄睡得不得了，啊是啦。叫确实分呀呀！哎呀，这个年纪轻子了，怎么就确实灵？跟眼睛。跟眼的像热水袋，肚皮是个棉花袋，大腿粗得像大象腿，这种哪跟这种新娘来比呢？我怪真的啊！非了背里去谈了人家女人，你非讲人家看看你自家吧。我哪了？一年在开档期公司，工作么发批薪，分我是干事业哇！你会干事业啊？分我在讲我，不怎么话我现在在做啥？啊，做屁，啥个屁呀？不懂了吧？屁！我记得找了一个机会，我投资进去，我一记头机器会升高出来。谁上门去？啥钱？也么屁也么屁呀！说这个，我跟你讲。今朝我就问你一句，啥么子？你对娇娇，还是有意思？你为啥呀？非还知道不？你要是对你像同学那去，非还讲？真的没。你谁分懂够一点点心思啊？要是等我改出来，真的，我不晓得是，我哪晓得有个马上个新娘了里向呢？他这个不抢的。你也没晓得我为人家对了，你说等你结婚8年噻，
什么点辰光着？我不晓得啊。啥个不晓得讲？我心里想，只有一个人。啥人家？最亲爱的沈老师。哎，是强。真的是的欢喜。真的哎，好多啊。我那不是不记得，你摸不上，你摸。阿哥觉得，我讲，我心里想，真有呢。今天啊，他为什么呢？哦，我也弄的啦。看见没有哪能？娇娇的，水高高的，哼，真的还那么快。娇娇的形象，但是这个奥运冠军，生涯一样的，早已经得稀碎，他看来的没有肉狗，年轻，谁是资本啊？我的身材还是可以的。今朝不能他比你好多啊！那不够他的比你好。呀，今朝娇娇生日，谁不能看见的啊？我当时该高的不得了，那我看啥个身材了不是的？该高了，该高不该高，没我能有这种机会的。哪个人啊？一年到有男子的像飞得上向的啥不是？呀，我错得不得了。哎，对，我不得人讲，两发一样，娇娇的身材真的不是一般的好，估计一种地，啥个地啊三位地在背啊！你谁看见了啊？你谁晓得个？房门要是等我赶出来，你别说我屋里头，你等我去吧。刚不刚跟嘴里头不是这样的？哎，对，是讲人嘛，看看路线的那种啊，这啊，去，啥都会快的，让他吃嘛，让他等到边上睡啥？我女了，真的没的。啊，哪回这个呢？这，卷毛有啥？你，来这，庄老板。哎，小白哥，哎，你好，哎，那个施医生在的，来，哦，这个事情拜托你了。对，没得飞头，你熬上屋里。哦，对，来，别，上娘，那个是中老板，那个是苏医生。哎，你小时候是小黑皮啊？哎，我是那个中风。哎呀，说你没有进步。你对了，他不会是我跟你掰个了哇？没，你都两个人认得噶？小学同学，男同志啊，不急啊，20几年没有见到了。哎呦哇，你哪现在来个？来，或者瞧，圆梦好圆梦。中风。哎，小何，瞧，余文啊，最近没忙，还好。上一次都没喊。生意一般般吧，就是哎呀，事情多。中老板上次送得到的，做得蛮多。来了忙生意了。怎么可能了？这个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开了4家店，哎，每一家店嘛，我老板呀，他要来找我的啦，不要窜来窜去的，每家店配一个手机。你开把好店子，身上要打帽子。哎，好了，哥们，这个中风，外公外婆啊，真个算本事大个子，60几岁搿把年纪子，哼，毛里养出了男自家一种活板。我爸，我是我爸，我是娘舅，我是男是娘舅啊？我爸，我走出来，上来很在，还多啊？你娘舅，我那亲老啥？娘舅啊，你帮忙哈。那个人再烦了，人家不想着开车的辰光嘛，那最后是带路的那个问题。哎，沈老师转来了。那是搞不好听啊。哎呦，搿只头名吹风机是个跟风机哇！老师傅，告诉吧。告诉吧。我哪晓得？我当年让李霞呀！哎呀，搿个李霞某个好啥子家长了，好哟哟，你这个怎么这么真假好？谁是我这个？那楼高不高？好生我这。你哪是搿样子的啦？哦，不问一声，不看一声来，冲进浴室的，冲到冲呢？告诉我，
是谁是大块的饭呀？哪能那饭呢？这么大块的，你讲是拿了浴室里向，那么我当时拿了海，搿只电吹风的声音嘛，实在哇哇响得不得。是的，侪是电吹风的车啊，男再对，电吹风在车，男没车，侪是你的车。来这，宋老板，哎，小海哥，哎，你好，哎，那个施医生在的，来，哦，这个事情拜托你了。实在没人非你咬伤我了。哦，对，来，别，上娘，那个是中老板，那个是苏医生。哎，你小时候也是小黑皮啊？哎，我那中风，哎呀，你没有听到？你对了，他不会是我跟你掰个了哇？没，你都两高头认得噶？小学同学，男同志啊，恭喜啊！20几年有见到了，哎呀，你当现在来个，来或者瞧，缘分好。中风，哎，小何，瞧，缘分啊！最近没忙，还好。上一次都没喊。生意一般般吧，就是哎呀，事情多。中老板生意做得到的，做得蛮大。来了忙生意了。怎么可能啊？这个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开了4家店，哎，每一家店嘛，我老板呀，他要来找我的啦，不要窜来窜去的，每一家店配一个手机。你开把好店子，身上要打模子。哎，哥们，这个中风，你啥忙呢？今朝有空带我屋里向来。哎，这个就是缘分呀！哎，缘分，我嘛，他也是答应帮我做事情，哎，3000块钱先交给他，然后今天碰到你之后啊，把事情解决他了，我再给他3000块钱，这样哎，我剩下的3000块钱，加倍给你，加倍，中风，那3000了老师，哪意思？这个事情这个样子的，我有事情要找你帮忙，他们也是帮我介绍你认识，我就先给他3000块钱定金。现在老同学了，6期，明天就到我单位去拿啊，没得问题。哎，一句话的事情。走过来。不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？你是讲你那口子一种事情呢？你一定会会批动你的呢？我没有脾气，批动帮忙。那是军人啊，那军人分啥句话？那多扣几个买兵不是一样的吗？跟你上班弄红白花，你有什么晓得？你也分拿上红包我拿的呀。对，你也是屋里向的人啦。那么我是屋里人，但是我没事业呀，我现在做屁，我也迷了。你做屁个事业，你这是分开那个啥的，一是吹一是啊。你懂啥么子啊？我懂啥么子？我现在随着我是帮你寻个全嘛，我寻个全毛有错吗？你寻全毛，你寻个全毛有错，你进来。你寻全毛你啥寻个嘛？啊，你3000块的嘛？我不会这的。你讲前两天，一直来有人寻我看毛病，你专门在收拾人家同意了还。那么你看毛病帮人家么一样看的呀？身份是一样的嘛？两样花，哪两样的呢？你要看到医院里去看，到屋里向来啥天？人家你帮人家看看嘛，人家我晓得那个呀，对了。我晓得你都家门哦。哎，你们2个人，你家门对吧？哇，香的了。这个，侬要不呀？现在想得了，吃只要饭，你来去看电影嘛。不去，一会儿网购。搿么搿样，我帮你请书别。就你那咸猪手全是手汗，看着就恶心。搿么你啥意思呢？你欢喜啥这样水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懂了。你还是研究熬上个水来请。哎，我问你，施老师真是你外甥啊？他怎么看起来还比你大那么多？搿当然了，虽然讲岁数我比你小，但是辈分包了搿么低个。你要63岁个辰光养我，养这么贵，搿你都娘人记得哇？只要搿我一上一岁，你来喊我娘的。那你这舅舅天天赖在人家外甥家里，像什么样子？讲我还挺厉害了，烧个鸡老的，那屋里向有空关个房间了海个，空关个房根本我住没有眼。再讲上吃饭嘛，那个多个人都上块呀，我吃的也不多，哪个看不出来？搿种你也没要，你想去拍过嘛？不去，跟你出去我觉得没面子。搿么哪个跟上你出去啊？
要去我也去问陈老师借施老师，跟他走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但是问题是没有这大叔控啊。哎，大叔多好，又沉稳又会照顾人。施老师啊，他身上就有一股特别的气味，福尔马林的味道，有点太适应了。但是我要找不会找施老师，他是陈老师的。以后我一定要找一个大叔，然后跟他生一个漂亮的宝宝。冰冰，来，姐姐给你抹点香香。洗完澡之后呢，要涂点香香，这样我们的冰冰才会更加漂亮。娇娇，你的爸爸妈妈太有才了呀！他们写的我一个人，然后呢什么进嘛，你当我白瞎，就派你过来跟我一打白瞎。就你脑筋动得快，陈老师说过了啊，人家让我跟你补英语的。妈妈，你这个都打算好了。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人小鬼大。哎呀，都忘了帮你吹头发了，来过来。哎，娇，让我自己来吹吧，你先去。我出来了。老过来。哎，沈老上桌了。哦，我上来住来的。哎，你看看那个人呐，也有73个了。上级啊！年纪3个人子，像张地胖子那个呢，推了个沙发上向，一点也不像张 iPad。你犯啥么？你再让我去哪弄法呢？不是你都娘，人家叫喊我过来，我发过来了。哪了？你再烦，我打个电话给人家叫。哎呦，有意思夸的，上来这位凶了呢呀！啊！哎，你个外公外婆啊，真个算本事大个子，60几岁个把年纪子，哼，毛里算毛里，养出了你自家一种活伴。我伴，我是我伴，我是娘女，还是你是娘女啊？我伴。哎呦，我走脱了。上来很在，看到吧？你娘女，我在青老茶，娘女啊，你帮忙哈。那个人再烦了，人家不想着开车辰光嘛，你最后是带路的那个问题。哎，沈老师上酒来了。那是搞不好听啊！哎呦，搿只头名吹风机是个高峰机哇！老师吧，老师吧，老师吧，老师吧。我哪晓得？我到你那里向呀！哎呀，这个里向某个好啥子家长来忽悠呀！你这个怎么这么真假好？谁是这个？那楼高不高？好生我的，好生我的。你哪是搿样子的啦？哪了？哦，发问一声，发看一声来冲进浴室的，冲啥冲呢？告诉我，是谁是大块的饭呀？哪能发呢？这么大块的，你讲是你辣浴室里向？那我当时你了海，搿只电吹风的声音嘛，实在哇哇响得不得。是的，侪是电吹风的车啊，男再对，电吹风在车，男没车，侪是你的车。真的，我这不晓得是，我哪晓得有个毛三个三娘辣里向呢？他这个不抢的，你没晓得我为人家对了。那个等来结婚8年噻，自家对辰光噻。我不晓得啊。啥个不晓得讲？我心里想，只有一个人。啥人家？最亲爱的沈老师，哎，是强，真的是的花心，真的哎，好做吧，我那不是不记得，你摸摸呢，你摸，阿哥觉得，我讲，我心里想，只有你，心跳嘛，啊，他们都不能，哦，我来弄的啦，看见没男的，娇的东西高高的，哼，真的那么快。娇的形象，但是这个奥运冠军，声音一样的，这一场得稀碎，
他开来的蛮有肉够，年轻，谁是资本啊？我的身材还是可以的。今朝不能他比你好多啊！那不够他的比你啊？呀，今朝娇娇身材，侪不得看见的啊！我当时改高都不得了，那我看啥个身材了不是的？改高了，改高不改高，没我能有搿种机会的。哪个人啊？一年到有男子里向非得让这样的啥么子？呀，我错得不得了。哎，对我不得人讲，两发一样，娇娇个身材真个不是一般个好，估计一种地啥个地啊？三位，三位地在背啊！你谁看见了啊？你谁晓得个？搿么男人我作为本能么眼睛全过去的什么人？哎呦，杨舅啊，你眼睛没小，你个眼光都蛮凶的嘛。这是平常锻炼出来的。哎，看女人那侬睡得不得了，啊是啦。娇娇确实分量呀，哎呀，这个年纪轻子了，总感觉确实灵。搿眼泪像热水袋，肚皮里是个棉花胎，大腿粗得像大象胎。搿种哪跟搿种新娘来比呢？我关着你啊，非了背里去谈了人家女人，你非讲人家看看你自家吧。我哪了？一年在开档期公司，工作没法去寻。不我是干事业哦。你会干事业啊？不我来讲我，不得问我现在在做一只项目啊，做屁啥个屁呀？不懂了吧？屁！我记得找了一个机会，我投资进去，我一记头机器会升高出来。是啥么子？啥钱？要么屁呀么？屁呀！说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今朝我就问你一句，啥么子？你对娇娇，还是有意思？你为啥呀？非瞎这条包？你也是对你像同学那去？非瞎讲？真的没。那谁分同过一点点心思啊？要是等我改出来，房门要是等我改出来，你非说我里头，你等我去吧。哎，讲不讲，跟嘴里头不是这样的。哎，对，是讲人嘛，看路线呢，这种啊，这啊，去，啥都会快的，这样吃嘛，这还等了边上睡啥？我女了，真的没的。啊，哪回事呢？去，卷毛有啥？这。